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嚟介紹後海站嘅車站指南。咁上一集介紹完科院站咧，咁今日集就嚟介紹後海站啦。咁就係一樣啦，就係個 MTR 港鐵 logo 搬咗上去啦，然之後條線改翻啦，然之後就個站名咧就搬翻去左手邊嘅。咁啊，左邊呢份咧就2024年12月，右邊呢份就2025年12月版本嘅。然之後線路介紹啦，同價格表就都類似一樣。咁呢度就唔長談啦。然之後路線圖咧就係白王港大站啦，就轉翻做白王嘅。咁啊就係刪去翻啲已開通嘅站點啦。然之後就睇一個街道圖啦。咁啊街道圖以前好似俾人拉闊啲啦，咁呢度長啲嘅，咁呢度好似短啲啦。咁後海站就係3線主城站啦，有呢個2號線啦、11號線啦同13號線嘅。咁啊喺呢個街道圖上邊都有少少嘅改動啦。咁啊首先呢度就加翻咗呢個大廈啦，然之後呢度就呢個廣場呢個位置咧就係加翻嗰個模型喺上去嘅，然之後呢度就係加翻啲大廈嘅模型啦，呢度都係啦。加翻呢啲地標名嘅，咁呢度唔出使講啦。之後我哋睇下地標啦，地標咧就係加翻商鋪啦，就係呢個瑞幸咖啡啦，同埋呢度嘅文娛及購物咧，呢度就係嗰個彭潤達商業廣場，就唔要個商業字啦，就變咗彭潤達廣場啦。然之後呢個深圳灣萬象城咧就分開1期同2期嘅。其他就變化不大啦。然之後就係嗰個公共交通方面啦，就係加咗5呢個位置嘅。呢個華潤深圳灣西招呼站啦，同埋呢個2嗰度咧就後面加翻個招呼站嘅。其他咧就啲路線改動啦，咁呢啲要唔長講啦。之後我哋就睇下嗰個位置圖啦。咁我覺得個位置圖以前好似比較粗略啊，你見到好似成架車都斜晒，咁而家好似比較精緻啲啦。咁啊，黃高新中站就改翻咗上屋站啦。然之後呢邊嘅 K 後站未啟用咧，就已經啟用咗 K1 同 K2 啦。咁啊呢度咧就加翻 AED 機 logo 啦，同埋啲招呼緊急求助站啦，同埋啲逃生 logo 嘅。然後佢就冇顯示轉成呢個其他路線喺邊度啦。咁我估應該呢邊嘅。然之後其他就睇下嗰個係啦，2022呢個就係2025年12月啦。咁呢個就係2024年12月嘅。然之後睇個車站資訊啦，咁就後海站啦。然之後開閘時間一樣啦，關閘時間就遲咗25分鐘啦。咁啊北行方向咧就都係一樣嘅，首巴尾班一樣啦。然之後往深圳灣口岸咧就係首班車咧就遲咗1分鐘啦，然之後尾班車咧就遲咗25分鐘嘅。好啦，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呢個後海站嘅車站指南咧就到此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將會嚟介紹人才公園站嘅車站指南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